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年是金兔年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、大赚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兔，读第3条。兔是一款脊椎动物，食灵类，兔经目，食草。大耳，尾溜短短圆圆，后脚比前脚搁较长。一般咱看到有肤色、白色、咖啡色。你12生肖排第4，代表字是卯，所以今年是癸卯年。一般目睭红色的人，有人讲是兔仔目，若笑相，有人讲是兔仔望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掠兔仔，这是一个较现代的词，就用兔仔的兔和要兔这个兔是同款，意思是讲一个人扁白想要兔。第二个词读做兔头蛇眼，这是讲一个人较搞怪、较阴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叫计程车，唔叫有牌，叫无牌，结果煞新车掠兔仔。拄到阮讲，阁是兔头蛇眼，该讨一条大条钱，该补偿，安尼实在是袂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